咱台湾正在推动2050净零排放，啊，毋过根据民间团体的民调，有超过60%的民众讲根本就毋知影有这项代志，嘛有将近要我一半的民众认为政府伫气候变迁这个议题顶悬做无好，民间团体即马是爱政府加搁较拼咧。因应国际趋势，台湾正在推动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，但是根据民间团体的电话民调，发现有63.6%的民众毋知有净零排放的目标，而且在气候变迁的状况之下，有48.6%的民众认为政府表现了无好。以身作则来教导民众，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生活，也应该可以很舒适。方便，那民众看了这些政治人物的表现之后，其实大家就会慢慢的学习。虽然国发会伫3月公布台湾2050年净零排放的路径，根据国发会提供的图表，2030年碳排放要减量20%到25%，说落来到2050年之间，因为科技进步，加速减碳到0。但是民间团体认为，中央针对达成目标的手段交代了不够清楚，推动嘛无够。既有的技术基本上是受到一些局限，到了2030年或之后啊，它才会普遍性的应用。那时候的效果才会比较显著。欧洲在做的时候，至少有规定，几年之内，就是新盖的公共建筑全部可能是零碳排放的建筑，好，或者是每年要更新多少的公共建筑，我们完全没有这种安装小型的这个太阳光电的部分，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是该怎么去做。目前的科技都没有很认真的去推广。民间团体讲，减碳伫拄开始推行的时上简单，但是做落来就会较困难，尤其是针对高排放的企业，呼吁政府伫早期推动阶段，脚步就会较紧咧。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。